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3，申命記9章6節安尼講：你著知，耶和華你的上帝用水的地賞賜恁作業，毋是因為你的義，因為你是按阮硬的百姓。三甲來祈禱，用水的地賞賜阮作業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，你是掌管世間萬物的真神，你照你的旨意來行佇地上，也用你的大權能運行佇宇宙中。主啊，你將同樣的恩典賞賜世間人，也互囝仔有氣勢的，攏得到庇佑。主啊，原是軟弱卑微，閣有罪的人，求你用你的慈愛憐憫阮，互阮通遠離罪，來歸向你。主啊，世間人行袂路，來活佇罪中，總是你要拯救阮，互阮通活。主啊，阮知耶和華，阮的上帝，要用水的地賞賜阮作業，毋是因為阮的義，因為阮是按阮硬的百姓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